今啊，这个10月份有中秋甲国庆的双连假，游乐园拢推出着大优待，像台中的丽宝马拉湾，10月生日的朋友入场只要20块；高雄的宜大世界，第2个人入场嘛只要10块。 大应一日来，大家拢对咧大声喊出来，想要伫寒人进前搁耍水，就趁后礼拜连假，各大乐园即马拢有推出真济优惠拍折的介绍。丽宝马拉湾水上乐园10月11休园前，原价900块的门票，10月份的受请入场只要20块，就算毋是受请，两人做伙去，第2个人嘛只要20块。 高雄宜大双连假门票毛拍折原价899，第2个人入场只要10块。想要感受自由落体快感，剑湖山乐园中秋双十连假，只要民国出世的年月日有1也是0，有2号门票只要299，啊若1号门票499。10月7到10月11迄一天若受请，价只要99块。连假期间无得出国。伫国内游览，嘛会使到乐园去耍刺客，唱好康的。